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推广客家文化一直系客委会一几年的推动嘅贵重要嘅工作。其实喺客家中嘛，贵多人嚟做一件工作。但是我哋今日嘅收嘅兩個傳奇嘅人物，而唔係客家人，但是而對推廣客家文化尤其客家戲劇貢獻巨大。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兩個人物地位，第一個我哋陳昇發、陳導演嚟到現場，歡迎導演。你好，大家好，我係陳昇發。好，第二個係我哋嘅邱琴姐嚟到現場，歡迎邱琴姐。大家好，我係劉秋琴，也係劉雲祖。最近啲推廣客家戲曲嘅sản婦，個有法度個創新起來，再創一個奇蹟。我哋提講邱琴姐其實一出都會把客家嘅元素表現入去sản婦地方去嘛嗬，但係人家我少一出都有興趣講，我第一個係其實係客家新橋啦。咁當初做乜個按有興趣把客家文化推廣出去呢？佢其實啦吼，做當時係經常講客家文化演出吼，你按嚟講特別特視班，特視班咪下都大家唔會上去看，所以講咪下有一個變面嘛吼，也請陳昇發吼導演同我也寫有劇情嘅送變面吼。過來咪下，你問到講，以前咧客家大戲，南埔清差無人啲推廣，亦叫做北埔啲推廣。講南埔實在講有人才真多，做乜無法度去推呀？有安尼機會認識陳昇發、陳導演、陳老師我就有請佢講，可以來指導我要到客家戲曲嘛，但是我有提講，我要講實惠無過，因為客家人咧嘅申請嘅經費過有限，過強叫好不易弄詞都講唔怕佢冇計較。嗰種一部分啊，後都變成講，即個因為要推廣客家嘅戲劇，嗰種我哋從我哋咧程度啦，嗰啲接觸到。程度嗬，因為我哋觀眾朋友可能個唔熟悉啦，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即個紹介一下好冇？其實我參加這個客家戲曲，是有點因緣際會，因為我每次在演歌仔戲，但我爸爸在早期，18歲時候就已經穿越歌仔戲，所以明晚到現在已經有將近90幾年的歷史了。但因為我爸爸說戲曲沒有國界，應該捉緊人家的長處，彌補我們自己的短處，所以我覺得國際它的功力非常深厚。然後客家的他的歌聲非常的嘹亮，然後歌仔戲呢在民間很有親和力，說這個不錯啊，所以我無形中對客家的喜愛，對國際功力的練功，然後對個人的親和力融合在一起，所以才會說參加這個客家戲曲。嗰時你這個意思就講，你這個以前係民法演都錯嘅啦，咁你這個晚些時間嘛，這個嘛有練功去學戲劇下。有，因為現在有沒有？我們早期有沒有？沒辦法進到戲曲學校嘛。但是明白進步了，由我的兒子開始，我的孫子今年要進那個台北那個復興國際戲校，他們進那邊練功力，然後出來才參與明晚的演出。可是都變成講也是講。因為以前我哋都自家嚟學啦，我哋都爸爸啦教細人啦，拉嘢教孫嘅安尼。但是而家由於啲嗰傳統嘅我哋戲劇學教嘅時節，都變成我哋嗰有尺度一批樣。嗰種民法人其實也經驗睇我哋咧台灣真係幫我哋咧我哋講歌仔戲啊，發揚個規態。都因為民法人而自家本地都有一啲嗰有尺度一批樣我哋咧下一代幫我哋咧掛戲嘅部分，嘛嗰有內通嘅戲體傳出去。嗰時係咪我想問一下邱先生，你會希望講其實我哋客家戲劇嘛有一啲像我哋民法人用有一啲最有名嘅一團行出去。其實以前我就會請陳昇發老師、陳導演來教人咧客家戲曲，我咪見講嘛，講做因為南埔嗰時安尼客家戲曲，有一個因緣體，其中教我也到位客家百姓。其實客家百姓上邊有講過，
金武娘娘屯金童玉木，啊，佢嘅八仙代表士农工商，也大位意义，啊，因为我都见面讲，哎，有法度最彩希望就讲，安尼客家戏曲能够踏到国际化出国外表演，宣扬，客家戏曲也有法度推广到全民化人安尼。咁你乖啊！我有部分阿妹也成都人吼，你这个其实闽话人系好，创个系好老化嘅歌戏嘛，啊，唔会对客家嘅戏剧安清楚呢？因为早期客台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戏曲，说我去当导演。哦，那时候客台有没有客委会他或者说，你们闽话人演戏跟观众很有亲和力。然后我说我不懂客家语啊，他不要紧，你就要把你的亲和力带上舞台，让舞台这些演出观众，因为有些戏像国际嘛，国际的标准是说，反正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其他不管你看懂不懂，主要我把功力展示出来。那客家呢，他是有歌没有戏，那是不是这个很好啊？我们可以用闽话的表演方式加入你的客家，那到那边的时候，突然发觉到，真的客家人真的很和蔼可亲，他们也很认真，要把戏曲做好。因为我在南部都没有客家的戏曲戏团，因缘际会，跟我这个随身，其实说真的，他也算老师啦，或者算随身啦，因为他对这一方面的有兴趣。有一次他说老师，我会变脸啊。我说奇怪，川剧变脸你也会，你变给老师看。结果呢一看呢，我摇头。他说老师不好看吗？我不是不好看，动作很难看。因为你把变脸有变花脸，有变那个孙悟空，有变女生，有变小生，结果你每一个人变的动作都一样。我说你孙悟空要有孙悟空的动作。然后你变花脸要有大动作，变小蛋也要有莲花指。我就教他说，把他动作修饰一下。他会说老师，真的人家对我那个客家变脸这几个动作来非常欢迎，说他能不能再有别的？说可以啊，办八仙啊。他说八仙代表什么？我说八仙代表我们现在社会树农工商，男女老幼才障，大家一视同仁。结果八仙受欢迎了，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他说既然这样我还演得不够，能不能做戏曲？结果我就被他拖下水了。不过头嘅导演讲嘅幾把聲，他發現講，我哋以前開始嚟看下啲客家戲劇嘅時節，他發現到講，奇怪我哋幾時看到客家戲劇做乜嘅屯，因為嗰種有時像歌戲，因為嗰種有時像我哋講評劇一樣啊。原來係都像頭到我哋咧成都人都講嘅意思講，我哋咧客家有歌嘅冇戲，因為我哋將我哋客家人咯，譬如平板啦，或者山歌啦，嗰度都兩個人嘅對唱。但是真正冇伊的戲劇，但是後來有一班我都看到，客家戲劇嘅時候，我都發現講，佢冇上係等被普遍度都有安好嘅嗰種戲劇嘅一種發展。原來因為我哋成都幫我哋咧闽話人嘅嗰種管理，冇都講我哋對戲劇嘅嗰種鋪陳嘅方法帶入來，即係我哋咧客家戲劇，嗰種是認同，亦咪發現講冇唔錯啦。我哋南部人真係講唔會唱歌嘅嗬。係啊，其實講起到南部啊，嗬。唱歌係傳統嘅歌曲，無法度接受。但是佢都無法度去了解講，傳統嘅歌曲有時慢慢進步，唔會像以前嘅傳統歌，一支睇到香港人都還可以睇。所以人聽嘅人感覺講，咪用見愛唔得，但都表示講，這個愛唔係親好用。每班人講，我有錢我愛，冇錢。所以講慢慢的傳統嘅客家歌曲，就要慢慢的改有個一般人講像平板，改到真有意思個嘅。也我都講做埋一下，他人聽到客家詞體，就會想要喺竹田鄉客家樂舞協會嘅宋邊面陳生發導演，同埋一下要曲傳咧，
主要按照伊的辅导，唔好参太多个川剧变脸吼。一个人变2种，听3种、4种吼，嗰嚟往一个人按嚟轮流变，就按嚟冇乜嘅通作。头都人哋同人讲，我就发现到，真是同人讲法都冇咁样。你看从人哋方，人哋可能學嘅變面，人哋都一變，但是人哋唔會想講。都在面上变的某个东西，我哋咧讲紫色，如果变用嘅紫色，譬如讲黑色就黑色哈，然后色毛就变色毛，但是我哋都专注讲，我哋给它变得好毛，好变得有正常毛。但是对头人嘅角度嚟講咧，伊都講，你變色毛嘅時候，如果色毛嘅型，變黑嘅時候就黑嘅型。一部分係想問下頭人吼，因為當初你這個又沒學人，你當初在變嘢嘅客家戲劇嘅時節。儂我提供某個時節表某個個人戲，某個時節變用嘅戲劇咯。其實當初我去當那客家的戲曲導演，我是將就他們，因為說真的，歌仔戲有一個好處是什麼？親和力跟隨機應變。今天看到你，可能我這種會改；今天看到這個演員角色，可能我因為你的角色的個性，會編排你的動作。比如說。我是正版的老生，我講話就一板一眼，跟講話眼神到地，手到眼到，但今天這個人他沒有動作啊，他是客家出來的，客家話講得非常的流利，但動作不行，說簡單，那老生的話，那你怎麼樣哦？你講話不會傷哦，你如果不乖的話，以後我要教訓你，就變成這個表演方式。不然他動作不會嘛，然後其實說真的，邊做邊學，做導演的功課。嗰種變成現場可能會有現場冇同樣嘅情形，現場一定要有臨時嘅反應啦吼。對於啲能由歌舞戲劇嘅客家山歌變成一啲真正有戲劇有劇情嘅一啲客家戲曲嚟講，一條路真係係一啲冇艱難嘅事情，但是我哋兩位。在座嘅兩位，如果把一件事情做好，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過度嘅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堂節目我哋來賓陳生發導演，還有我哋劉秋琴。邱健姐，吼，伊咧同我哋講，伊咧當初係樣嘅，伊開始推廣我哋咧客家戲劇。剛剛想問一下陳導演吼，當初係樣嘅去認識到邱琴姐，然後開始向下做我哋客家戲劇嘅。因為當初他演的時候，我幫他主導那個川劇變臉，然後他覺得說真不夠，後來呢又幫他們排練八仙組合。做完了，他越來越有興趣。他說：“那老師，我們不可以整個組個團啊，大家來一起演出？”我說：“可以啊。”原本我有這個過想，但是因為老師的力量不夠，為什麼呢？因為客家這一方面的我幾乎不懂，我只會排戲演戲，教你們怎麼做戲。但是其實說真的啦，早期我就喜歡說南部要有戲曲的劇團。因為每一組說東西的都從那北部，還有那個中北部，把劇團調下來到南部，結果我們怎麼樣？乾瞪眼看着人家演出，我們都沒辦法，再收回來。在那個我們在高屏地區有沒有？因為在潮州是戲曲的故鄉，裡面有河洛戲、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就缺少客家戲，所以呢。我在這時說，既然我們有這個緣分，那共同出力，大家一起來努力，來組成一個明顯客家戲曲綜藝團，讓大家能夠看起來看得高興，大家也做得非常活潑。其實我哋同樣都講出係我哋南部嘅聲音嘅從中會獨到情形因為我哋佢尤其做一個講書東西啦，我哋譬如我哋喺特別喺萬福。萬福嘅時候，我哋經常看到客家嘅舞台戲啦，但是我哋真實幾少看到客家人戲，有看到客家人戲，大部分都係北部腔來嘅，但是真實都像頭先我哋導演講嘅，我哋幾少聽到南部有這個嘅
客家的人戏。系啊。可是这个第一摆可能我们陈导演就知道变面以后，都知道发现以后，我按好当然很易。真是讲安尼对他好像问他，你这个我们做sản婦哈，都做戲劇啊，有興趣？你是以前有唱過戲沒啦？冇啊，我以前真是我冇唱過戲啦。其實以前我也有參加過美和新故鄉合唱團，室內合唱團。咪下我也到三期做係咪歸來做媽媽教師嘅班長。剛係都進退啊，跳舞員講每擺就天公落水嘅舒服，跳得太簡單咧。嗰陣我就開客家歌謠班，我聽嘅老師就像唐山林春明老師，哦，啊佢以後佢有去大陸學嘅乜嘅做客他鄉，嗰陣咪係冇教，我咪有唱過賴建文老師嚟教歌，鐘清蘭老師也教歌，哦。秋生也有教過，一下就范家豪老師，戲劇方面，主要講因為佢接觸到，佢講唔單你變面，他跟從會變面，我同變一個劇情先，又拄好，個弟弟，我咪有栽培一個弟弟嘛，就也有拄好兩個人，佢就同我要寫劇情，所以講我也都出作5月18組。貢獻給6隊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嗰度咪下人關懷據點也有請來表演。咪下那個高雄市那個文化園區一個王明杰王總看到我們的呢劇情是在變面唔會差，但是禮拜多好也弟弟玩在新加坡實習，結果我又接好佢啊個明花園呢，請佢啊個弟弟一個佢作嘅歌戲sản婦嚟，人講爬不到爬車鏈，人講中間道也到，咪下就作個財神爺sản婦表演客家財神，所以講主編咧講客家變面接加財神爺，嗰個咪下啲從事嘅志工也有去參加，最大舒服做啲潭頭村那個關懷據點，今日一個多個弟弟有下，我也就去送變面，佢講老師人家到變面同人冇同樣有戲劇，咧人講也是咯，因為我就更希望講推廣屬於南部嘅客家戲劇，上班也有看到我也就個小香包，佢寫，佢寫，但是呢。唱歌的歸唱歌的，唱歌都點點企喺度唱歌，是嘛？但是戲劇嘅時變成又愛行台步，又要記劇情，又要記台詞，台詞係要唱歌的，幾複雜呢？錯啊！其實我真頭先戲記啊到跑龍套，我咪真係用戲呢，我講記啊到嘅，唔係參演講演藝廳，有劇本，有大熒幕看影子。佢啊，就當場講戲，佢每個人都拿一個手機錄音嘛，也講戲嘅人就講導演呐，佢講也出戲，唔捌個角色也口白，唔捌個錄戲，唔是個攞鏡頭鏡看。我對以前跑龍套做人講視頻，佢啊就講其實視頻最唔好做，有腳譜有樣嘅，嗰類咪係，慢慢咧，佢就喺我一度去做嘅天官師傅，天官師傅大部分不管好咯也好，客家也好，但是佢嘅角色是永久不變，就福祿壽三仙，最近我就跟做書仙，人講老仙彭祖800歲，佢是學唱嘅台詞。因為佢用 USB 本來要彈家下有冇嗬，佢錄嘅大鼓嘅安尼琴師安尼，同現場安尼又不一樣，因為佢趕鴨子上架，因為佢天官師傅還冇教，唱教我要8仙嘅台詞佢都全講好咯，
但是来讲，因为伊下期啊，就是从没方吼，输送好了啊。但是迄摆迄属于像个六对中医词，要发现来课本从我改变合法，改合法哦。啊，我要跟你讲啊，讲老师，啊，唔就聊下去的。无已经洗好诶吼，愈叫我洗，愈以前洗牌就叫我洗下伊。毋过种下咧求神这样的讲法，其实一开始嘛系对个人讲跑龙套，吼对细细角色开始去训练伊体。按你讲咧曲腿上面咧一啲表现的吼。其实当初我想到讲，干脆就慢慢培养伊咯。其实叫跑龙套有没有？是先要练他们的胆量，然后练他们比如说方向感。其实我们有，然后出将入相，哪里要出来，哪里要进台，现在要知道。然后龙道不跑的话，有没有？你演不了大将，因为龙道的走位有点在引进大将，他怎么走，大将才出来。然后大将的手术一比，龙要反转、正转，这都要。所以龙道不会的话哦，其他没讲说要演什么角色的。嗰种等于讲，其实你即个提接触过，唔系等于喺帮我哋咧求情者，真係對最細開始學習，因為你即個唔係真課本畢業嘅嘛。嗰時等於好對最細，雖然講啲唔會變面，好毛走上步，但是唔怕，你還是要嚟跑龍套，你還是最細開始嚟行歪嘅，行底眼至少提講上個台。床面都係咁嘅，上個台停完都係咁做，上個台可能會讀到某個事情，下邊可能會讀到一啲事情。因為其實啲東西唔分黑格唔分好咯啦，唔單是一個東西啦。其實我做跑阿姨啊，慢慢也有角色幫我做嘅，像家我咪有講反叔叔，啊我有啲我連是講哦，那時候我講掙扎很大，我到底去做一個角色麼？因為他是屬於女小丑。化妝化得太誇張，真誇張！我更掙扎，但是我為到講客家戲曲，海擺南部做推啊客家戲曲，所以我放棄我的掙扎，我也是去演這個小丑，多方面吸取這個戲台的經驗。你講我聽到人講，其實出國啊最快做呢，因為丑角色丑角就是喜劇嘛。喜劇演的變成鬧劇，在一線之間，所以丑角他的喜怒哀樂都在表現得活潑。比如說，他非常痛苦，他的眼神也不會讓你看到痛苦的受不了；他很快樂，也不能太過誇張。所以丑角呢是甘草人物，一個劇種。其實說真的，有很多那個歌仔戲戲曲有沒有？你看不到丑角，其實他是演喜劇，他會現在進步了歌仔戲，小生也可以演丑角，然後小旦也可以演丑角，所以他們講話的方式不一樣，所以現在歌仔戲丑角的方面比較進入劇情化。頭先我哋求神者有講過一件事情，講你喺個題安排到講我哋做我哋咧客家嘅財神，咁好多財神的客家財神的表演的方法有冇強用下？其實說真的啦，那個所有的劇種的表演方式幾乎都有它的特色，表演方式是一樣，只是個人的表演方式不同。有一次，他那個誰那個秋瑾，他剛好帶我去看那個客家戲，結果我一回來，他說老師看怎麼樣？我說有看到那小生小旦那兩個男主角女主角講話，結果呢兩個屁股朝觀眾，很難看。他說老師要怎麼看呢？比如說他這有一個土地公廟，一出來小生小旦兩個拜拜，然後小生在想什麼事情，小旦想要問他，結果兩個就對着土地公一直講話，兩家講話，觀眾在那邊，明白嗎？屁股就對觀眾。對啊，他就回來說，老師，那我請問你，這要怎麼演？很簡單嘛，小生拜，面對觀眾，沉思一下，稍微描一下土地公，小旦突然轉過去看到他，哎，怎麼這樣？小旦變成這樣，兩個觀眾都看到了嘛？你在想什麼事情？
这样就不会吵观众，就吵观众演戏，不是吵土地公演戏。嗰時裏邊可能真實發生嘅情形，其實我哋安排啦，而且喺我哋舞台上面其實係完全冇重樣嘅。嗰個作為啲客家戲劇實在冇簡單咯，對於啲能有歌舞戲劇嘅一啲客家文本來講嘅話，能慢慢地開始有一啲劇情，然後慢慢點樣嘅行路，其實最重要嘅，嗱係對阿厝嘅開始做啦。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個精彩故事哦。翻返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兩位來賓咧，陳勝發導演，還有我哋劉秋琴姐同我哋講，以很樣嘅幫我哋三個一步一步變成我哋客家戲劇。我想請問一下秋琴姐，這個本來會對我哋客家嘅文化變成sản婦，佢有一啲貢獻嘛，佢有努力嘅人。咁你這個作為客家戲劇以後，戲服嘅部分應該咪很複雜吧？應該將來係。因為其實我嘅設計啊，大部分都注重禮服，像我上擺有講過台灣手機嘅選美，不負眾望也有得名一擺有一個小姐嘅國外人來到我請我很愛睇設計形容sản婦，我要同客家元素讓佢佢親歡喜既然講要推廣客家戲劇。我希望講sản婦因為他看到客家戲劇冇按客家元素，幾乎都全部傳統嘅賣片嘅我都希望講既然要做客家嘅文化，替代嚟客家文化，我已經同自家一個期許因為我對國外戲sản婦根本是人講門外漢但是因為最近經常佢也都去安尼跑龍套。慢慢接觸，我就真希望講，剛才也有同導演講過先對士兵那個產婦先來融入客家文化東西入去，慢慢的以後講客家團就有客家，但是有一項有的東西是無法度改變就參與皇太極嘅舞嘅。安尼硬嘅東西，人家無法度去改變不管客家人咧，因為皇太極一萬人咧，因為佢嘅舞啊就會安尼，sản婦就會安尼龍袍是唔得學被改嘅我真記得以前咧，客家花布有一塊龍鳳嘅塊嘅客家花布，唔過已經絕版啦，應講絕版啦，一塊布料尋唔到我也希望講能夠講同人哋客家戲劇產婦、客家文化趁機打響了打響了但是希望講客家力量無法度啦，真是講起來無法度，我推一個客家嘅產婦推到黑白真是很無力感。無力感。嗰時除了講這個親身去做我哋客家戲劇，對我哋做阿厝嗰回事啦但是嘛希望個辦這個改播嘅部分，尤其客家產婦嘅部分，如果我哋喺一百，我哋可能會有嘅南部客家戲劇地方當然冇唔錯啦。我哋呢個傳統嘅東西，有啲傳統嘅體制，呢個東西我哋冇辦法改變因為佢本來都漢文化嘅嗰種東西，佢唔係講我哋客家都有特別嘅東西，佢都係漢文化啊，漢人嘅文化有啲傳統，嗰種體制冇辦法改變。但是有啲個細節嘅地方，佢唔會按重要地方，我哋都可以幫我哋客家人嘅嗰種特色啦，好多元素嘅表現出去。像我哋講家對佢啊，到嘅兩個交戰嘅嘅士兵嘅產婦，對佢先關係可以按呢就。比如講，因為佢啊，個士兵咧產婦無限制乜嘅，我戲嘅按多團支援演出，每擺就紅色咧滾金邊咧按咧有的會講啦，有的會發啲微博，有的係但是我就可以講佢滾金邊嘅素材，用人咧客家花布嚟滾，這就是我們的特色像佢個士兵帽它這個帽檐這個滾邊可以用客家花布去滾邊那出來就是很時尚又不一樣，也把客家
的东西有带入进去。其实我最太希望是讲，海摆有法图腾的客家的太平山的图腾，去加入这个客家戏曲的戏服里面，但是这个我发觉到很困难。马鬼都会尝试啦，吼，佢就试看看用去组合过。係啊。个相同到我哋咧求神者下，伊就有讲过，其实海摆希望讲把伊我哋客家人书标个同我哋三府地位啦。其实我老师就摸下到嘅，因为求神者咧，某个时间可以去做戏啊。他应该做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角色，对他说有好无坏。因为说真的啦，一个传统戏曲，功也重要，走一步，一个眼神，都一板一眼的。那他们什么？因为你们是歌声是绝对没问题，他们唱歌没问题。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没有从小时候来到现在变成半路起家嘛？所以尽量说，这些那个比较生活化的角色，不要说比得太困难，打武戏也不要，这样利用你的歌声，利用你的生活的情绪。刚才他讲说他演那个什么那个。安吉要死了，反手老太婆，其实那个有没有蛮适合他的，但是不能演得那么花俏，要演得有戏，不要以为说啊，你说演那是38的角色啦，就可以随便演，不能这样。其实说真的啦，他演戏是蛮有天分的，他的记性比人家还好。如果不比人家好的话，有没有？我早就把他淘汰掉了。嗰套去人家講法啦，吼，你迄本嗰種裁縫耽誤嘅一種戲劇語言。沒有，但蠻實際。可是其實人家我哋節目講到人家吼，我想問一下講，佢對未來呢，你哋真是有一啲成團嘅一啲想法，還有真是想嗰種做一啲客家戲劇。有，其實我也都清楚咗規劃吼。今年的3月份呢，我也就由地平東園文化處成立一個民顯客家戲曲藝術團。是講希望講以後我也都要靠陳勝岳老師跟推廣客家戲曲的戲碼出道，我負責翻譯，佢寫劇本伊肯來負責翻譯。我們希望講建民花園係好省嘅呀，因為實際我做當時我做嘛會請佢來教客家戲曲，真是講呢好省嘅唔來學。伊也唱最始終嘅做係我嘅雜地同嘅變面咧，我很佢學，攞來學慢慢記住過係我會講到講未來做我有提陳老師參詳講，因為我認為講經常我推呀幽靈小子，幽靈小子劇本太強誒，太精彩，太讚誒因為賺了很多人得嘞因為佢寫描寫講鍾馗的故事鍾馗有才無貌唐那種佢我見人創業家哈，佢看到佢行個楊貴妃行妃子，我看佢講佢唔敢看佢冇必看唐明皇有18件，就講用嘅，唔係唔俾佢講，佢講佢有總佢有就講，唔係愛妃看到我一定會講到我用嘅，結果行妃子見到看面下不得已嘅佢就必看，一看行妃子就講到分體，佢就愛提主題腳出去，面下佢就講佢冇面見假眉遐度，面下佢就磕頭從事啲金鑾殿，面下佢就講怨嘆講也風霜重貌不重德常言講其貌無其才亦講再講起來一下不管也現代古代也青島安尼青島有個人安尼各有才華，怎麼面下就講不得志我就感覺講也故事清好我就講唱好老闆嘛我講我就提參詳我講
导演来编客语版，俺来讲我负责翻译客语，客语俺来我我会讲诶，我就讲音讯档，慢慢我说是2年的时间来准备。因为钟馗的故事其实唔单止讲听安尼评剧地步，因为伊迄个过台本的故事，故说他的评剧地步，其大部分如把伊变成钟馗家门集团拿出来，前面的集团其实如果当然都冇在做嘅，故所以其实伊的迄个过太完整的伊的戏剧啦。但是我想问一下陈导，像头头伊讲的个戏剧地步，甲种呢用用客家的戏剧来表演的话，以更高的水准来讲，我们是有蛮个东西啊。这出戏其实钟馗是一个虚构人物啦，没有钟馗这个人，只是唐明皇那时候觉得说他的江山好像老一辈的人倚老卖老，他说他的自己讲一个小故事，我昨天梦见在金銮殿的时候有小鬼要找我算账，我遇到一个官员，真的怎么样，把小鬼捉来吃，但目的要让这些官员说。你要对我尊重哦，你不尊重我旁边还有忠臣。钟馗其实也没有嫁妹，哪有嫁妹？钟馗哪有妹妹？因为我们有那种妖里鬼魅嘛。钟馗说把不好的嫁出去，叫嫁妹。那么我把这个故事呢，我说其实以前的故事写的不合情合理，我把它变成合理化。他在家乡是个英雄好汉，大家崇拜的人物，然后答应妈妈要去当官，结果人家不重赏不重视，说中国有句话嘛，中来不见，好不前，2个都没有了嘛，所以他只有死掉。故事就变成讲也个故事变成我哋程度的改变以后，变成同我哋呢更加嘅世界呢嗰种剧情又个符合嘅。故事其实两个好多年已经个共同来推广我哋呢客家戏剧，其实佢希望客家嘅鼓励同支持。今日我感谢2位来到嚟香港同我哋分享很多客家戏剧嘅故事。谢谢主持人，客家来了。观众朋友，大家来了。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的先来运动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好好运动的单元，我是谢诺夫先生，带领我来总表演，向下来运动。今日我哋利用日嚟去缅甸，睇人同小朋友向下来做运动，培养我哋感情，阿嘛运动我哋身体。阿你大家准备好些冇？我哋向下来运动嘅哦。首先我哋准备日嚟。去缅甸，帮我哋小人呢，有时下就上课阿啥，行忙多，所以我哋一嚟去缅甸练习嘅动作落去，睇当空滚，爬，我哋一慢做题嚟示范落去，先上先嚟做示范，小人你睇特别看，先坐落来，坐本来哦，阿叔保护头拿，脚控好，开始。安尼都完成了哦，也望安尼带点小朋友来做，一步一步来安全地坐定，面顶保护头拿，树用好来。小人呢啲唔拉，安尼都提天树用松嘅慢慢来哦。开始。点安尼都一摆，脚标好来，再转过来哦。准备好先。预备，1、2、3，开始。
哦，安尼如完成呢，来，同小朋友朴树一下伊。哦，第二呢，安尼要来用爬，就像安尼办演强的时候作品，哦，用爬。好，首先安尼开灯，啊，慢慢地明灯，啊，树两只树标吼，最重要安尼脚打开来哈，开始的哦，一步一步来，安尼都完成的哦，安尼来向安尼小朋友表演来做示范。打落来，腳用好底下哦，腳用好，身體用上來，身體用上來哈，用腳高一些，安尼，兩隻手，預備，開始，嘿，錯，一步一步來，兩隻手，腳用力，腳用力咯，一步一步來哦。完成呢，再一擺，再一擺哦，慢慢來哦。來，手用腳高一些都要腳夾個哈，腳太力，手太力，預備開始，用力，像做阿邊個樣嘅哈，朴樹哦，成功，相當嘅哈，再來馬上嚟係。安尼左邊一下好嘅吼，跟拿燈衝伊吼，一隻手一隻腳吼，慢慢爬，爸爸先來做示範，一隻手一隻腳，也咧手嘛些痛，預備開始，都也都是得咧，安尼些鍛鍊這一年。幫落來一下，數是得保護我哋身體條件。準備人來，一隻手，用力，一隻手用過來，開始，錯，相當的好，本身呢做一下體驗，來，手本啊，爸爸，來，我哋嚟再做一擺哦，係，爸爸做一擺，你做一擺，兩隻手誒，好吧，一隻手誒，準備好勢，安尼，跳啦吧，轉來轉去，多一片都是向來，我哋再做一擺，來。開始，錯，用力，好 ，OK， 相當的好，再來用一隻手一隻腳，一隻手一隻腳，一隻手嘛是停痛，一隻手嘛是停痛，一隻腳，其實兩隻腳總體痛，一步一步來。到誒，bây giờ ngày này là做開始呢，開始，相當的好，朴樹成功，莫看安尼哦，安尼嘛要流汗，嘛運動到，再來我哋要慢練習。睇學校嘛有學嘅，跳遠，有路定點嘅跳遠，爸爸示範，1、2、3我哋都記得兩個手，要慢慢地，嘅輕鬆哦，安尼問題冇幫到，先安全，要慢慢嚟同小朋友講下，來。慢慢地來哦，1、2、3人跳哦，手腳嘅手可以打開來哦，好來，
准备安尼，佮强壮1、2、3跳。哦，相同啊吼，再来一摆，好，再来一摆哦，好，好，再来一摆，好，准备哦，跳，哦，相同的吼，新人的运动同太人的鼓励吼，俺哋喺行路冇注意，讲到东西都放到，有时哈头脑都会打到天内，所以俺哋根本。要保护我哋頭腦吼，看我哋最開始手同腳，吼，安尼腳手保護頭腦，保護身體，吼，也幫我哋生意呢，老人家嘛佢用唔會受傷哦，吼。大朋友有時哈，我哋冇注意去腳踏車行路走上去走鐵腳，掹到一係。都是用我哋體的動作保護頭腦，嚇。他們我哋頭腦上一片，我也咪用一片來做示範，嚇。冇注意放倒，嚇。就話，哎呀，放倒誒，嚇。體的手撐倒，第二保護頭腦，嚇，保護頭腦。轉眼看，盡量上下，嚇，保護頭腦，嚇。按你觸上嘅地方。可能喺我哋樹，我哋樹，我頭腦唔會觸上到，小朋友嚟做再做一擺，喺前面咧嗬，慢慢地放到，1、2、3放到誒，哎喲，表演得好哦，轉2圈、3圈，轉出嚟攞杯嘛唔怕，表演得真好嚟，再來一擺哈，保護我哋安全，冇注意放到哈。慢慢地來，慢動作，嚇，1、2、3，開始，嚇，放到誒，哎喲，轉咯，相同嘅嗬，還有他們我哋小朋友喺天台上爬其實辦些人呢，我哋搞運動，都係邊嚟爬，越爬越好，身體嘅健康咯，唔好驚我做，不卡簡單的東西我哋都識做，個腳爬過去，按你放倒用爬的，試看先你1、2、3放倒1、2、3放倒，爬衝，爬，按你都倒的，相同的主要我哋根本的運動的目的都係。利用也來去腼腆，太人小朋友是來強化培養感情，還有保護自家身體。不管我哋騎腳踏車也好，走上橋行路冇注意講到放倒也係，你看我哋邊根本有學到，相信電視前面的觀眾和朋友先看到放倒也係，搞成人哋保護頭腦。今日我哋好好運動，大家有歡喜冇？我哋下擺見面咯。